大家好，我哋已經傾咗兩集嘅呢個七子九局同呢個五年七鎖嘅關於呢種第二功能同呢種神秘力量嘅研究嘅問題。現在我哋再講一下，到底中共喺呢方面係有點樣嘅新嘅研究。我哋首先從03年嘅 SARS 開始講。實際上當時 SARS 嘅研究實際上佢係一種維穩工具。乜事咁講呢？因為中共研究 SARS 實際上係喺香港回歸之前咧，97年之前，佢哋原本嘅打算係萬一香港冇可以順利嘅收翻嚟，佢哋就要通過放出呢啲病毒，造成香港嘅呢個特殊情況，咁中共就有理由以保護市民健康同社會安定嘅呢個原因，派武警進入香港，接收香港，並且同時就驅逐喺香港嘅英軍，並且控制喺香港嘅所有嘅呢個紀律部隊，就係香港警察。所以當時嘅呢個 SARS 嘅前身就係要專門係針對呢個事情，但係因為香港順利交接，所以佢哋就冇動用呢個計劃。但係呢，因為後面香港人發覺中共收返香港之後，喺好多事情上面根本冇可按照呢個相關嘅呢個基本法或者係中英條約嚟俾香港人民自由嘅空間，並且係逐年收縮呢種自由嘅空間。所以喺呢個情況下，中共就使用呢個非常手段嚟控制，佢目的就係冇俾你哋上街咁簡單。但係佢哋嘅後尾嘅呢個心係咁惡毒、咁邪，所以當時不單係香港遭到呢個非典嘅重大嘅衝擊，同樣台灣喺呢個上面都受到好大嘅衝擊。同時中共不惜把全世界人綁喺一起嚟實現佢嘅呢種全球呢種特殊情況嘅呢種實現當中，但係最後佢哋迫於國內自己內部嘅壓力同國際嘅壓力，最後就把呢個事情就不了了之，並且把呢個歌甩俾咗邊個？就係廣東人食啲咩野生動物啦，乜穿山甲啊，咩啲行馬蘭之類嘅，實際上根本就冇係，佢就係為嚟平息呢個風波，所以佢就不了了之，就講係廣東人食野生動物，所以呢個根本就冇係真正嘅原因。同時佢哋更加喺呢個方面嘅研究係更加嘅惡毒，為乜事？佢哋要跨物種，加上基因嘅呢個變異，佢哋都已經係呢個上面都係有好大嘅呢
呢種發展。同樣佢哋喺克隆人就係呢個上面都係有進入嚟好非常深入嘅呢種研究。但係為乜事喺19年去發生呢個 SARS 2.0嘅事情呢？當時大家仲記得就係香港大規模嘅反送中遊行，但係當時實際上有關部門已經係把呢種病毒帶到香港，特別係香港暴亂期間，佢哋都已經釋放咗呢種病毒，但係發現好多戴面罩嘅呢啲手足，不單冇染上呢種病毒，反而達到嚟防護嘅作用，所以冇得已，佢哋就係大規模嘅把香港警察換開，把大陸嘅武警、解放軍，特別啲農村仔，俾佢哋一個承諾，就講：你哋今次落去執行任務齊咗之後，你哋可以獲得香港嘅居留權。所以呢個就係為乜事好多冇識講廣東話嘅呢個警察突然間落到香港，係真實嘅原因。但係中共唔單係咁做之後，後尾仲有更加大嘅計劃，就係要使呢個病毒要衝擊全世界，佢哋要進行一個全球化嘅軍事演練。事實證明，佢哋已經係測試成功啦。第一就係喺全世界嘅呢個超市搶購呢個就係買好多好多嘅呢個衛生用品，譬如啲口罩啊，呢個免洗嘅呢種酒精之類嘅，並且通過中國嘅呢個船把啲流嘢貨送到呢啲國家，並且喺呢個疫苗上面冇俾全世界識得真相。實際上，佢哋疫苗冇係阻止呢個病毒發展嘅，而係促進病毒變異嘅。所以從呢個問題上面，我哋又可以從傾到呢個749局同507所嘅呢個離開嘅一個職能，同呢個武漢病毒研究所嘅研究，就係佢哋把呢啲病毒放到天上去培養，因為地球有好多嘅限制，地球上面嘅環境對呢個細菌啊，或者係，但係佢哋把呢啲嘢放到天上去做嘅時候，佢就冇受到地球嘅限制，就可以做。大家都識得太空係一個真空，但係喺呢個中共佢發射上天嘅宇航器裏面，佢唔係真空。所以佢哋就係一個好大嘅實驗室喺天空上面，但係佢哋係脫離嚟地球嘅呢種好多嘅限制，所以佢哋好多好多嘅呢種相關嘅呢種精液，就係講白啲，就係把呢個細菌武器化嘅呢種實驗全部都放喺太空中去做。並且大家都可以睇到呢個參與呢種實驗嘅相關嘅呢種軍事單位，實際上全部都係喺呢個西安嗰邊，全部都係航天生物科技。實際上
現在中共拋出嚟嘅所謂嘅武漢病毒研究所，只不過係一個煙霧彈，包括啲海鮮市場，因為佢真正嘅呢個研究更加高程度嘅呢種生物化學嘅呢種機構，根本就唔係武漢，而係喺呢個北京同西安。所以中國通過佢哋安插喺全世界嘅呢個情報部門嘅人員，提供假嘅信息嚟混淆視聽，嚟把啲世界上嘅所有嘅呢個情報都搞亂。所以更加可怕嘅係，中共喺呢個方面嘅研究已經係有好深入嘅，已經係通靈嘅呢種研究。就等於講呢種細菌係有自我意識，所以好可怕。但係好多國家仲係蒙查查，冇識得中共係做住咩嘢。所以講中共冇單喺呢種病毒嘅武器化嘅上面有好深入嘅研究，喺腦控，喺更加其他嘅對人民嘅監控方面，佢哋嘅手段係更加係俾人民產生一個更加恐懼嘅心理。所以我哋要更加要了解中共嘅呢個真相，所以更加要去揭發佢，要睇清佢，因為冇得俾佢喺呢個事情上面嚟控制呢個世界，影響呢個世界。所以我哋一定要去了解呢個真相，一定要去把呢個真相俾更加多人去識得，咁只係阻止中共進一步去使呢種下三濫嘅拿詐手段去對待全世界嘅人民。並且我哋要識得中共佢咁做嘅研究嘅離開嘅一個原因，實際上包括佢推廣同性戀同多性戀呢種嘢，實際上都係同呢個507所都有相關嘅關係。因為按照佢哋研究嘅結果，有啲生物確實就係有多樣性別同同性性別嘅呢種稱項，所以佢哋已經有呢方面嘅研究啦。只不過而家嘅人對於呢種嘅了解係好膚淺，所以我哋更加係要去了解中共喺呢方面研究到底達到係咩程度，至可以識得中共嘅呢種邪惡性，並且要全世界一起嚟反對佢，要佢倒台執笠。所以通過呢個七子九國嘅電影同真實存在嘅呢個七子九國同507所研究嘅嘢，大家要更加識得中共呢個政權嘅邪惡。感謝你收聽收睇我嘅呢個節目，歡迎你哋留言轉發，開啟小鈴鐺，要更加多嘅人識得真相。感謝你，祝大家有個美好嘅週末時光，拜拜。